网络假投资的诈骗广告实在有够多。今年第一季，警方就通报撤掉超过3万条假投资的广告，而且过无偌久，又可会出现同款的广告。就连社团、学生的社团、台证券研究社，嘛，互人偷用名义来的诈骗。另外，伫咧赖群组，也阁有出现红酒买卖诈骗，有民众受骗损失约300万。这两个查甫人竟伫咧咖啡厅开讲讲生意，一个人讲是咧卖酒的，伊伫咧编资料，而且讲甲喙角转破，落尾手交伊讲定了后，现金摕过手就想要绕跑，警方是随甲抓落来。那你有通无啊？有啊。他这边干？第一次？怎么可能第一次？原来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，伊根本就毋是咧卖酒的，而且涉嫌做车手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背后的诈骗集团为赖顶悬找青份人进行红酒的假交易。有一个驶客停车的司机，就去话术骗去，开买300万，就是讲伊抢到60罐2000年的拉菲，会当阁趁一手。不过，什么红酒、什么利润，拢是一场空。配合被害人再购买黄酒30瓶，面交新台币150万元。犯前取走现金时，当场识破其车手身份。早期的手路是百款，因重要的管道就是网络平台。今嘛还阁有学生社团甲卖种业去互套用来骗人。台证券研究社伫人面册发布反诈骗的声明，因为伫网络顶出现假的卖种业，起赞的数量是无几个。为名称、小界、头像 logo 是拢生了一模一样，而且阁开假的赖群组，报名牌、投广告。其实这种诈骗的卖种业或者是广告，警方处理会甲摕落来，不过先抓嘛抓袂了。警方通知广告下架后，相类似的诈骗广告仍重复上架，在此呼吁网络平台业者应做好源头管理。网络顶充满侪侪投资诈骗的广告，根据警方的统计。估是今年第一季，通知 Meta 对网络顶摕落来的，都有32000多条，Google 嘛有变2000条。不过旧的才打汰掉，新的又搁出现。假投资违法的广告，也是伫咧网络顶世界夜夜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